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Omega Talk， 我係節目主持人羅少麟牧師。今日同大家講下聖經宣教神學。咁喺神學院裏邊咧，我亦有機會去教授呢一個嘅學科。咁其中有一本好重要嘅參考書咧，就係 Christopher Wright 就係 The Mission of God 就係咧神嘅宣教嘅上帝係嘛。咁裏邊咧 Christopher Wright 韋特咧，佢有一個嘅説法，佢話咧整本聖經咧係上帝嘅 grand narrative， 係上帝嘅宏大敘事。呢個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開始嚟㗎。咁所以咧，當我去認識呢個 Biblical Missiology 聖經宣教神學嘅時候咧，我就從呢一個嘅角度嚟到去出發。今日我哋一齊嚟到去想一想，如果聖經係上帝嘅宏大敘事，係上帝點樣嘅去走在世界嘅裏邊，上帝創造宇宙萬物，走進人嘅裏邊，同與人去立約。舊約裏邊有好多唔同嘅上帝嘅作為，好多嘅事蹟，跟住耶穌基督降臨，跟住咧建立教會，將嚟咧去講到有新天新地主再來。喺整本聖經呢個宏大敘事嘅裏邊，如果要去認識宣教係咩嘅事情嘅時候，我哋可以點樣嚟到去做呢？將聖經裏邊咧神嘅作為咧嚟到去列舉出嚟。上帝做咗啲咩咧？譬如上帝有創造，然後咧上帝賜福，然後咧上帝審判啦，然後咧上帝揀選係嘛揀選屬神嘅子民百姓與人立約，上帝住在人當中跟住咧以舊約嘅子民同上帝有好多嘅互動嘅關係。上帝差派先知、差派君王、差派士師早期嘅時候，亦都有祭司喺上帝嘅互動嘅裏邊咧。上帝與人一齊，有好多嘅作為。耶穌基督降臨建立教會，頭先都講咗。咁呢啲嘅咁多上帝嘅作為裏邊，我哋要問一個問題：上帝有冇計劃嘅咧？定係上帝好 random 嘅、好隨意嘅、隨機嘅去揀一個人，隨機嘅做一啲嘢，冇計劃咧？當我哋細心嚟到去睇聖經嘅時候，我哋會發現上帝有佢嘅心意，上帝有佢嘅心腸。所以咩叫做聖經宣教神學咧？其實宣教就係差派 ，missio 係差派。原來每一個嘅差派，每一個作為背後係有 purpose 㗎。而 missiology 就係去問一個問題：呢啲嘅計劃背後，上帝嗰個 mission， 上帝嗰個 purpose， 上帝嗰個心腸，上帝個目的係啲咩咧？當我哋細心咁樣去有系統嘅去研讀整本聖經，我哋就能夠認識一個好重要嘅神學嘅字眼，就係 Missio Dei。Missio Dei 就係上帝嘅差派，或者係差派嘅上帝。咁我哋點樣能夠認識 Missio Dei， 認識差派嘅上帝呢？最重要嘅方法就係透過神嘅啟示、神嘅話語，就係喺整本聖經裏邊嚟到去分析、去明白神嘅心腸、神嘅計劃同埋神嘅作為。喺嚟緊嘅集數裏邊咧，喺 Omega Talk， 我會咧慢慢同大家抽絲剝繭嚟到去分享呢三個好重要嘅事情，一同嘅嚟到去認識 Missio Dei 宣教嘅上帝。